歡迎大家參加今次嘅比賽。以下落嚟，我會介紹如何安裝同埋使用兩個我哋推薦嘅軟件。首先，大家可以去到我哋官方比賽網站，點選比賽資料及設計簡介，而到最下面，你可以下載比賽文件同下載附件5檔案。當下載完成後，你將會得到一份完整嘅比賽文件，同埋附件5所列嘅補充文件，當中包括一份如何取得 Halftone Maker 免費 subscription 嘅教學，一個 Flipped Glass Pattern 嘅 AI 檔，同埋 PDF 檔，同埋一個 Presentation Panel 嘅 Template PDF 同埋 Package。首先係第一個軟件 Halftone Maker，打開比賽文件，去到第63頁，點選 Halftone Maker 嘅網站，於網站右上角以電郵或電話登入，然後於右上角點選 Pricing，然後去到最下面點選 Pro 1個月嘅選項。喺比賽文件你可以得到我哋嘅 Promotion Code，輸入 Promotion Code，然後 Apply，之後輸入你嘅電郵姓名同地址，你就可以完成呢個 order 啦。付款完成後，你可以去到你嘅 account，我見到 subscription period，你可以於 Halftone Maker 部點選 Load In 嚟放入你嘅圖案，然後右上角點擊 Advanced Mode，於 Rotation 設定至45度，你就可以對應我哋玻璃圖案圓點嘅排列方法。你可以設定顏色或者黑白，然後你就可以自由設計你嘅圖案。Halftone Maker Pro 亦都可以對圖片進行修改。同樣地，我哋設置返相對嘅參數。修改完成後，你可以選擇透明背景，然後於右上角下載，你可以選擇 PNG 檔或者 SVG 檔。下載完成後，你就可以馬上放入 Illustrator 預覽效果。首先，於比賽文件第64頁 Dropbox 連結下載軟件，點選下載。下載完成後解壓縮，解壓縮後你將會得到一份 Mac 機嘅文件或者 Windows 嘅文件，你可以選擇將文件移到 C Drive，然後你需要於網上下載同埋安裝 Python 及 Processing。下載完成後，首先安裝 Python，記得點選 Add Python to Path。
安裝完成後，繼續安裝 Processing。然後於 Search Bar 搜尋 Terminal。於安裝指南，你可以喺 Step 3 Install Python Library 找到相關嘅編碼，或者去到比賽文件連結，去到軟件作者嘅網站，可以揾到相關嘅編碼，複製並貼上，你就可以安裝到所需要嘅附件。之後打開 Processing，於 Sketch Import Library Manage Library 搜尋 Control P5 並安裝，同埋 Graphical 並安裝。如果你已關閉 Terminal，你可以重新打開，然後複製你的文件位置，並於 Terminal 輸入 CD 並貼上，就會將你帶到文件位置。然後你可以喺安裝指南揾到 Run the Project 嘅指令，複製並貼上。如果你見到類似嘅指令，即代表你已經成功連結 Python，然後打開 Processing，選擇 File，Open，選擇你文件位置 C Drive 入面嘅 Process Python Source Code 檔案，開啟。軟件可以處理 JPEG 或者 PNG，有用 Halftone Maker Pro 生成嘅圖片或者其他圖片，但係連續圖片必須為相同尺寸，否則軟件唔能夠處理。如果唔同尺寸，建議將設計放入一個1375×980嘅方框再 export，然後於軟件位置 UI Folder Data Folder 開一個新嘅資料夾。改名盡量簡單，將所需要嘅圖片放入文件夾內，圖片會依檔名排序，建議用數字命名。如果想做出動畫效果，建議用2至5張圖片。圖片放置完成後，你就需要停止軟件運作，再重新開始，更新圖片資料庫。軟件預設嘅係垂直嘅預覽，你可以去到 Direction 調校到-90或者90，就有一個橫向嘅預覽。然後再喺 Generate 下方選擇 Flipped Glass，先至會睇到我哋預先放入嘅玻璃圓點圖案。再點按 Generate，你就可以見到玻璃圓點圖案重疊於你嘅設計嘅預覽。選擇下方中間嘅正方形，你可以去到立體嘅預覽，可以模擬現實嘅情況。
最後，當你每次點擊 Generate，軟件都會自動幫你生成同埋儲存兩個 PNG 檔喺 Data Folder，包括 Pattern 就係玻璃圓點圖案，而 Interlace 就係你嘅設計重疊得出嚟嘅效果。請注意，如果你放入嘅係 JPEG，軟件就唔會幫你生成透明檔案。如果你放入嘅係 PNG 檔有透明部分，軟件就會幫你生成有透明部分嘅 PNG。